大家好，我係阿 Joyce， 與神談生死第19章。你覺得自己需要非常多後才會快樂？而家我哋開始做呢個絕妙嘅比喻。首先喺你心目中裏面想象有一幅圖畫，有一個好靚好圓，睇落去好多汁嘅紅色嘅蘋果，將呢一個蘋果稱之為時間，而佢嘅內部稱為空間。我好難將一個蘋果嘅內部諗成係空間喎，因為佢入邊有好多物質喺度噶嘛。如果你能夠看見喺你哋所稱嘅外太空裏有多少物質，你就唔會有問題噶啦。如果按呢個比率計算，蘋果內嘅分子同分子之間嘅距離，就好似宇宙中嘅固體物質之間嘅距離咁遙遠。好啦，原來係咁。再嚟，我哋而家想象你係一個極小極小嘅微生物，微小到好細，但係又非常之活躍。你正在穿過呢一個蘋果內嘅一條隧道。喺呢個比喻中，隧道嘅牆就係時間嘅走廊，走廊上有各種嘅標記喺度。呢啲嘅標記使到幅牆嘅每一毫米都有唔同。你能夠構想到呢一個有着眾多嘅標記嘅時光隧道嗎？你能唔能夠想象到？得，我而家想象到㗎呢啲咁嘅畫面。好好啊，而家開始要注意咯。當你穿過呢一個隧道，時間係冇流動㗎，係你喺度穿越時間。哦，我睇到畫面啦！哇，天啊！雖然你以前都講過，但係我而家先明白。哇，你真係好嘢啊！一個畫面真係勝過千言萬語。喺呢個畫面傳達咗嘅意思真係好有趣，完全顛覆咗我原來嘅概念。好啦，跟住我，而家我哋繼續睇清楚時間係唔喐嘅，時間根本就係喺原地，係靜態嘅、穩定嘅、固定嘅，佢一直都喺嗰度，就喺佢所在地方。無論你喺時間嘅邊一度，佢都永遠係現在。係你喺時間上旅行，係你穿越時間，唔係時間喺度流動。好啦，我開始理解到啦。我記住呢一個畫面先。我正在穿越時間。而家將我哋稱為你嘅微生物想象成嗰個蘋果嘅一部分。啊？你講咩啊？如果你願意將自己想象成嗰個蘋果本身極其微小嘅一部分，你開始想象自己係一個原子，所以你喺度穿越你自己，係咪啊？哦，好啦，我諗我跟得到嘅。你係呢個蘋果嘅一個原子，你嘅一部分喺度穿越你自己。你可以講呢一個原子嘅蘋果。好啦，而家你係從呢個蘋果嘅外部進入呢個蘋果嘅入邊，從自己嘅最外層嘅部分進入自己最內在嘅部分。你跟唔跟到呢個畫面啊？
可以嘅。呢個就係你穿越生命嘅旅程。隧道中嘅標記係俾你知道你喺邊度。呢啲標記實際上係一個畫面，而每一個標記就係一個片刻。每一個片刻就好似一片雪花咁，喺永恆之中係冇兩片雪花係相同嘅。當你經過嘅時候，你睇見呢啲畫面，專注喺佢哋嘅上邊，你就係咁樣穿過呢個隧道，專注於一幅又一幅嘅畫面，最後你到達蘋果嘅核心，中間嘅部分，呢個就係你嘅目的地。而家你呢一部分嘅旅程就要結束啦。我覺得呢啲就係當我死去嘅時候，係咪咁樣啊？呢一個就係當你死去嘅時候，你已經穿過呢個物質嘅世界，抵達呢個包含所有時間同埋空間嘅球體核心。你係喺死亡嘅中心點上邊。我要再講多次，你真係好聰明。然後我會永遠喺呢度被嗰個核心溫暖包住，係咪咁解啊？唔係，你會喺呢度經歷一啲嘅經驗，其中一啲我已經描述過啦。更多嘅經驗我會喺後面加以說明。你喺度經歷咗一啲經驗之後，然後從中浮現出嚟，前往呢個時空連續體嘅相對嘅外在部分，即係球體嘅另外一邊。你而家已經嚟到另一邊啦。另一邊嘅意思係死後。哦，當然係另一邊啦。啊，有趣嘅比喻啊。好啦，咁另一邊係乜嘢啊？有一個唔同嘅實相咯。有幾唔同啊？完全唔同，簡直係截然不同。就好似蘋果突然間變咗橙咁樣。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精神領域。如將呢個角度同呢個嘅物質世界相比，呢個就係唔好講啦，我知道啦。咁即係好似將蘋果同埋呢個橙嚟比較，哈哈哈！我開始理解你嘅文字同埋畫面嘅遊戲啦。好好啊，非常好。我哋用概念嚟當住遊戲咁樣講，同佢哋玩，絕唔好將呢啲佢變成一啲工作。好開心咁樣同佢哋玩，同生命一齊玩。你哋要喺人生中同彼此一齊玩遊戲，學識點樣玩，好好咁玩。我已經將你送到眾神裏面嘅花園裏面，而且俾咗整個世界俾你玩。我已經提供咗足夠嘅一切，亦都確保每個人都有足夠嘅嘢。係冇人應該挨餓，更加唔應該死於飢餓。冇人應該缺少衣服同埋保暖，亦都冇人應該無處躲避風雨，因為有足夠嘅一切係可以滿足每一個人㗎。除此之外，要玩得好，並冇乜嘢係必須嘅。想要擁有你係邊個嘅光輝體驗，並唔需要更多嘅嘢。你想象自己需要如此之多才能快樂，甚至才能存活。呢一啲只不過係你自己編造出嚟啫。當你臨近死亡嘅時候，你就會認識到呢一切係幾咁唔重要。喺你離開人世嗰一刻嗰時，你就將會知道，你奮力求取嘅其實都毫無意義。然後你漫長嘅掙扎就會結束啦。你隨時可以達到呢一種覺察認知，
並隨時結束呢一種掙扎。呢一種機會同埋經驗，並唔係只係為你死亡嘅嗰一刻預留嘅。如果你喺度仔細觀察，就會明白啦。生活中每日都係充滿小嘅死亡，而你係可以利用任何一個小嘅死亡，作為獲得呢種體驗嘅舞台。第19章，你覺得自己需要非常多後才會快樂，完結啦。請繼續收聽下一個章節。